新興運動嘅匹克球、圓網球、閃避球玩法各有特色，仲有一項極限飛盤，更加係由校園學界比賽發展到衝出香港挑戰國際賽事。今晚我哋請嚟中國香港飛盤總會副會長 Jeffrey 盧志威咧，同我哋分享下呢項運動嘅玩法同埋樂趣嘅。歡迎晒 Jeffrey， 你好。你好。你好啊！嗱，沙灘玩飛碟咧，應該好多人就試過啦。但係極限飛盤又係一項點樣嘅運動咧？又係點樣傳入嚟香港嘅咧？極限飛盤最早咧就係1960年喺美國興起嘅，佢係參照 rugby 嘅玩法，喺足球場上邊7打7，用傳接跑動嘅方式將個盤傳到入去得分區，接到就為之得分嘅。咁係呢幾年咧因為有社交媒體啦，亦都有智能電話嘅方便啦，可以將玩極限飛盤嘅精彩場面咧喺民間都可以自己影低上傳。咁好多人會覺得哇，好型喎，飛到好遠咁樣接到個盤。咁呢啲精彩場面係會令到大家好想去參與同埋加入呢一個玩法嘅。咁至於極限飛盤點解要極限呢？就係英文 Ultimate Frisbee 翻譯過嚟嘅。正話提到咧，盤接住嘅時候係唔可以跑動嘅。咁唯一會進行攻守轉換就係個盤跌咗落地下。咁我哋會用盡身體嘅極限去令到個盤唔好跌落地下。如果譬如有風吹歪隻碟啊，或者喺途中俾人攔截咗，我哋會瞓晒身去接翻隻碟，等佢唔好落地下。聽起上嚟都非常之刺激喎。咁極限飛盤難唔難上手嘅咧？同埋嗰個比賽規則又係點嘅咧？有兩個最基本嘅條件，就係唔可以有身體碰撞啦，同埋個盤落地就要攻守轉換。咁理解咗呢兩個 basic rules 之後咧，就可以進行簡單嘅比賽㗎啦。嗱 Jeffrey 啊，咁我想問下咧，係咪唔可以攞住個飛盤跑嚟跑去咁樣㗎？冇錯，呢個係走步。咁通常如果接咗個盤之後咧，防守方就會有一個讀秒嘅動作啦。咁佢會係 stalling 1、stalling 2一路到 stalling 10嘅。咁去到10秒結束嘅時候，如果個盤仲喺手上面咧，就要將個盤放喺地下度進行攻守轉換。咁有冇話攞幾多分先係算贏咧？邊一隊最先攞到15分就會勝出。咁但係由邊個去數嗰10秒咧？最近揸住個盤嗰個敵方球員就係負責讀秒嘅。同埋我見到頭先係男女混合一齊去玩嘅喎，係咪即係可以組成一隊嘅咧？無論男女嘅。呢個運動因為係 no body contact 啦，咁所以男女都可以同場競技嘅。同埋身體素質嗰個分別唔係話咁決定性。我哋嘗試過有同一隊入邊12歲到60歲嘅隊員都可以同場競技。咦，咁聽起上嚟又好似好易上手咁樣喎。咁呢一項運動咧，同其他運動比較嘅話，佢嘅特色係咩咧？有咩唔同咧？第一個佢係一個冇裁判嘅運動嚟嘅。如果遇到有犯規或者爭議嘅地方咧，通常最接近盤嗰兩位隊員就要自己交涉。我哋通常大約係30秒到1分鐘左右，就希望有個結果啦。如果都係總結唔到嘅話咧，我哋就會將個盤翻去上一個 possession 嗰度，比賽由頭開始過。即係好似回底咁樣。冇錯。咁比賽之後咧，仲會唔會有後續嘅咧？因為係一個冇裁判、好講求紀律同埋溝通嘅運動啦。完咗場之後咧，我哋有一個叫 Spirit Circle 嘅動作，就雙方球員咧會回顧翻呢場比賽，大家喺body contact 啦，或者係溝通啦，同埋對於 rules 嘅理解呢幾方面，會幫大家評分同埋討論有咩進步空間。明白。咁本港咧有冇話咩場地咧都適合玩呢項運動嘅咧？通常我哋會喺人造草或者係真草場地上面進行嘅。咁九龍區有太子嘅大坑東球場啦、顯徑球場啦，港島區可以去跑馬地或者掃桿埔球場都可以玩到飛盤嘅。咁而家香港有幾多會員呢？個發展情況係點嘅咧？目前我哋活躍會員有450幾個啦。通常都係中學開始玩極限飛盤嘅。咁我哋學界比賽有中學啦、大學啦，咁到成人組咧都會有我哋球會級賽事啦，同埋亦都有港隊，我哋會選拔隊員去海外參加比賽嘅。咁除咗喺本地進行呢項運動之外啦，你哋仲會去邊度地方交流或者比賽嘅咧？ 2025年咧 U24 嘅港隊代表就
去咗西班牙參加比賽啦。咁嚟緊2026年呢，就係 U20嘅世界賽。咁未來會繼續點樣去推廣呢一項嘅運動呢？我哋希望進入更加多嘅學校啦，幫助佢哋成立校隊啦，去參加學界比賽啦。咁將來我哋可以選拔更加優秀嘅隊員為港爭標嘅。多謝晒 Jeffrey 今日嘅分享啊，令我哋認識咗極限飛盤呢一項嘅運動啦。除咗係講求速度啊，亦都好講求團隊嘅精神㗎。嗱，如果你想同朋友咧挑戰默契嘅話啦，呢項運動可能係一個好嘅選擇。咁講到選擇啦，大家對食嘅要求又係點？